咱今日要来看这段经文就是拄则李老师带领咱所读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1章，21章才开始，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对这个21章开始，就记载到咱的主耶稣伊人生最后的阶段，主耶稣伊最后一届。要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市，这内底，这个21章以后呢，伊甲28章中间，伊记载耶稣伊最后6天，伫世间的时阵所发生的代志，这代志发生的情形，甲这个细节，整个差不多马太福音安尼28章有1/3。是讲耶稣伊最后6天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咱今日呢，要同齐来通过拄则所读过的这段经文，就是21章头第1节到第11节，这个所在咱同齐来了解耶稣伊进耶路撒冷迄个时阵所发生的这个情形。那要通过今日这段经文，咱来学习思想2件代志，就是咱的主要来教示咱，可当来了解、体会、甲学习的。今日这件代志呢，不止伫马太福音，伫这个马可福音的11章，嘛是同款第1节到11节，嘛是同款的记载。过来呢，伫这个路加福音第19章，28到40节。嘛是同款有记载，过来伫约翰福音的12章，12节到19节，嘛是同款拢有记载。福音书为4卷，每一卷拢有记载这段经文。圣经内底有一寡记载呢，可能出现伫马太，但是伫其他的所在可能无出现，有可能记载伫马可，其他的经文可能无出现。有可能记载咧马太、马可，但是你可能约翰、路加无出现。总是今日咱这段经文拄仔讲4卷的福音书，拢有去记载着。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出这个事件呢是非常有伊的意义甲伊的重要性。虽然今日是看马太福音，但是咱今日嘛会当通过这段经文来了解。为什么4卷福音书拢同时有记载呢？咱今日来看这段经文，主要互咱来所学习的所在。拄则第1节讲耶稣我拄仔讲要思想2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是讲耶稣是啥人？这段经文拄好出现里尾有经文讲，大家咧问讲，这个是啥人？咱拢知影这个是咱的主耶稣，但是有人唔知这人到底是啥人，你问讲这个是啥人？咱今日要通过这段经文来思想，到底咱所信的，到底伊是啥？第二问题来思想讲，咱今日这段经文当中的故事内底，咱的思想咱家己自己，咱敢愿意互主甲咱来使用呢？咱愿意互主甲咱采用吗？咱今日来通过这段经文来思想这2个问题。这2个问题，这段经文讲啥？伊讲耶稣甲门徒伫咧到耶路撒冷，来到橄榄山附近的伯法其，伊就迄个时阵呢，找2个门徒，甲因讲，耶稣为什么？我拄仔讲伊人生的最后阶段，伊要来到耶路撒冷，生命。伫这个所在，献上为咱世间人，咱念伊可能袂讲介深来了解，但是我拄仔讲21章继续读到28章，咱就会明白。咱今日通过这段经文来思想，伊为什么要进入耶路撒冷？伊甲门徒讲，甲这2个门徒讲恁去对面的庄舍。到遐随时会看到一只驴，北地，阁有一只驴仔囝，甲伊伫遐，恁甲伊解开，牵来我食。这个伯法其伫啥物所在呢？伊只讲橄榄山的附近啦，
橄榄山如果是伫即个所在，哦，百法旗就是伊的下骹边，哦，南边的所在，哦，拄啊讲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甲百法旗啥物款的位置呢？哦，就是耶路撒冷的东边，哦，橄榄山的南边，就是百法旗，啊，百法旗会足近的一个所在，靠名的所在，叫做伯大尼。哦，伯大尼的故事发生，大家敢知？哦，有耶稣所喜爱的一个家庭，哦，马大、玛利亚甲拉撒路因的厝，哦，就是你这伯法旗的边啊，哦，伯大尼的所在，真晚耶路撒冷啦，吼，所以呢，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先经过这个所在。啊，要入耶路撒冷，伊毋是要避办用行入去，伊是要骑驴啊，哦，入去耶路撒冷这个城。为什么耶稣最后要牺牲在耶路撒冷？伊要进这个城的时阵，为什么伊即届伊毋是用行路的，伊要骑驴啊呢？为啥伊无要骑马，还是讲要从什么方式呢？无，为什么伊要特别叫这两个门徒去牵驴啊来？伊准备要骑，伊遮佫继续讲啊，讲恁去安尼，若是有人对恁讲，你要牵驴啊，要从啥物？第3节耶稣就讲啊，恁耶稣甲这两个门徒讲，恁就讲安怎？讲主要用因，则讲因就是驴啊甲驴仔囝，其实耶稣无可能同时骑两只驴啊嘛，为什么牵两只？驴仔呢？因为耶稣是要备办骑驴仔囝，因为遮所在看袂出来。伫马可福音的所在有讲到讲，即只驴仔呢是无互人安尼使用过的啦，代表迄只驴仔囝足少年的，你通看圣经的原文头前的驴仔是母的，代表讲迄只驴仔佫是幼囝，可能迄只驴仔佫缀妈妈安尼所以呢，耶稣讲你去看到一只驴仔，甲伊的驴仔囝甲伊斗阵，甲伊牵来，所以耶稣毋是甲迄驴仔囝牵走啦，迄驴仔妈妈佫缀伊来啦，所以呢，耶稣讲为啥甲因牵来？你其他的圣经无特别讲两只，但是即个所在讲两只，但是两只我拄仔讲无可能耶稣骑两只啦，所以呢，伊讲迄个人就会随时准恁牵来。这嘛足奇怪，头一摆我读圣经的时阵初信主无偌久的时阵，看这个经文也感觉奇怪。这个人是啥人？为什么安尼讲？迄个人就安尼随时就放伊去呢？一般人敢袂？如果我系呢，恁这个生份人呢？但是这段经文显出讲，耶稣伊真正是先知呢。伊是。离即个啥物？离啥物所在有备办？任何所在拢有备办啦，所以这是咱主耶稣伊所安排好势的啦，所以呢，伊就交代即个门徒去安尼做，门徒听了是安怎？耶稣要讲的时阵，要叫因去的时阵呢，第4节、第5节佫讲到两句话讲这个代志发生是要应验上帝通过先知所讲的话。耶稣安尼做是有圣经旧约内底有描写过，有预言过。伫即个撒迦利亚的即个先知书内底呢，有安尼的记载。讲要应验即个旧约管理即个弥赛亚的预言。所以耶稣甲因即个问道讲，恁去牵即个驴仔，去看到驴仔，即个一个记号，你就甲伊牵来。但是拄着有人咧问讲是要创啥的，就你讲主要用伊即个预言是啥物呢？你旧约的撒迦利亚书是安尼写的，你第5节讲就甲锡安的妇人人讲，看咧恁的王要来恁遮，伊谦逊骑驴仔，骑驴仔囝，伫即个所在有讲到讲骑驴仔，佫讲骑驴仔囝。我拄仔讲无可能骑两只，就是骑驴仔囝。为什么
耶稣伊要入城，无叫门徒讲，无你牵一只马来，还是牵一只骆驼来？无啊！你迄所在当时应该有其他即款的动物，敢毋是？但是为什么是牵驴啊？因为一般啊，特别是古早的时阵啊，即马大家拢咧开车开战车，较早无即种物件嘛，较早是拢是动物嘛，较早的动物啦，马是来骑的，骑是从啥？骑来修战的，驴啊，毋是来骑的，大部分拢是来载物件的，但是嘛是会当来骑，所以呢，耶稣为什么经驴仔来骑？这就代表讲啥？因为驴仔伊的性情虽然有拄仔驴仔脾气但是一般驴仔互人的印象咱一般会对驴仔的定位就是讲伊谦逊啦。因为驴仔甲马比较起来安怎？马较大只对毋对？驴仔较细只过来呢，伊较温柔。我拄仔讲有脾气是有脾气，但是一般还是真乖啦物件放喺顶悬就乖乖歹就行啦。主人叫伊呆当当就呆当当。过来，伊一个和平的象征。为虾米？咱想到讲，大卫王伊要年老的时阵伊叫所罗门啊，伊要互伊接受伊来做王，对毋对？伊就叫所罗门安怎？共款是骑驴啊，做一个记号。所以古早的君王啊，伊骑驴啊，代表就是讲我要来做王。特别今日即个讲啊，表示耶稣伊即个君王是和平的君王。我拄仔讲，如果骑马是要来甲人相战的啦，要相杀。但是骑驴啊是为虾米而来？为了和平而来。所以主耶稣伊入城的时阵，伊家己啊。放喺个正人的即个注目当中啊，这嘛是伊最后一届伫群众当中显出，特别即件代志要来宣告伊家己是啥人呢？要甲即个世间人讲，伊是不只是弥赛亚君王，伊是和平的君王。伊来到即个耶路撒冷，是要来拯救世间人，因为伊最后。是上十字架，这是伊的目的。但是当时的人，我顶届嘛有讲过，当时的人军队耶稣800种人，但是有一群人是要军队耶稣讲耶稣你要来帮助阮以色列人、犹太人已经亡国400年，伫罗马帝国这个铁蹄的之下，要来甲安怎反抗？要来甲复国起来，因想到因的弥赛亚是要做地面上的君王，但是因无了解耶稣来，伊毋是要做一件代志。所以当时的人看到耶稣，伊嘛相信伊就是救主啦。因安怎？因希望耶稣会来带领因来拯救以色列因的这个国家。当然我拄仔讲，即个时阵耶稣是叫门徒去牵驴啊，甲即两个门徒讲牵驴的目的，是安尼，所以第6节遮讲到讲门徒因就去，照耶稣的指示去做，门徒就去，照耶稣的指示去做。我拄仔讲，有当时咱听到一寡命令交代。有当时咱会真正袂明白，袂明白的是有当时会问真正为虾米，甚至为虾米我要去，为虾米袂去，今日的故事其实21章嘛有讲到，嘛有另外一个故事啊，讲即个两个囡仔老爸甲大汉后生讲你去做啥物代志，大汉后生讲好，结果无去。即个第二后生讲袂去，结果伊讲好要去。耶稣就问讲倒一个才是听老爸的话人，是嘴讲好，还是真正有去做的人才是所以有当时咱想看讲今日这个交代，你是其中的一个门徒，耶稣安尼讲的时阵，你是会去弄清楚，才去照耶稣讲的去做，还是遮讲的门徒安怎就去照耶稣的指示去做？伊无问为虾米，就耶稣讲啥就去做虾米。
第7站呢，因牵驴仔甲驴仔囝来，我讲，因就叫耶稣就指示的去，果然有看到一只驴仔甲驴仔囝伫遐，迄就是耶稣所讲的，因为对啊，就是即个啊，所以因真好去分辨啦，袂讲咱乌白找无啦，所以呢，因就甲耶稣所交代的代志呢，因就照安尼做，不只是安尼呢，竟然甲外衫拍伫因的顶面，即个驴仔的顶面，耶稣就爬起哩徛，我前一阵有去咧三芝一个庄园叫做考堡的牛仔庄园呐，遐不止干那，迄个有一寡所在，嘛有一寡餐厅，迄间呢，特别是迄个庄园有饲马，但是迄饲马有迄种大只马，嘛有迷你马但是互看访的啦游客去遐用餐的啦我讲去迄个所在迄个餐厅内底敢若迄个美国南部我早去过迄个休斯顿纽奥良德州迄个所在，知影拢美国牛仔的所在，迄个餐厅入去呢，一寡装饰布置，其中佫有迄个叫做马鞍呐，马鞍就是我讲敢若这个驴仔无驴仔鞍啦但是耶稣的门徒是甲外衫披伫即个驴仔的顶面，耶稣爬去徛，这代表啥物？代表因非常的尊敬主耶稣不止安尼呢第8节讲其他的人大部分的群众将因家己的外衫安怎铺伫地面啦路的啦，嘛有人呢带树铺伫路的甲伊欢迎这咱可能无了解背景的时阵，毋知影讲为啥安尼做安尼做我拄仔讲，这只有弥赛亚才配得安尼众人对伊的即个懊恼欢呼赞美遮个群众看耶稣徛驴仔要入去，是用即款的方式去甲伊款待咱即马毋是威权时代啦但是较早威权时代的阵其实我最近有看一寡即影片讲遐100年前日本皇太子来台湾巡视的阵每个所在安怎去款待啦，敢若做一个门牌安尼做足大个啦佫安怎每个细节安尼咱即马自由社会无即款的但是讲迄古早的君王的迄个情形其实就是安尼描写即个描写到讲第9节讲头前行后壁地群众安尼在画安怎讲大笔的囝何塞那即两句话代表什么意思？会讲大笔的囝就是因知影即个弥赛亚是通过大笔的囝的后代所产生的所以伊对耶稣讲大笔的囝代表啥物？代表因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过来讲何塞那是啥物意思？何塞那原来的意思讲拯救求上帝拯救的意思啦但是你这个所在有另外的意思，讲踮遐咧懊恼称赞的意思佫继续讲奉主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称赞。奉主来名奉主的名来的迄位，就是因所几百年、几千年来一直仰望的因的即个救主，特别亡国以后的仰望的即个救主弥赛亚要来。因等到即个时刻，讲等着耶稣要入耶路撒冷，要来拯救咱的国家所以讲至高的上帝何塞那，所以群众因的心中仰望主耶稣，成做因的民族的救星。当时大部分的人拢是即款的概念所以因安尼做，迎接耶稣来要做因的君王。
但是我拄仔讲，即段经文如果咱继续看，看下上落尾，军队耶稣的军将最后嘛是共款。迄群人讲的话，结果是颠倒饼。讲定义12个，定义12个嘛是遮的军将。所以人吼，实在是真正毋知要安怎讲啦吼。咱嘛是其中一个人吼。所以咱今日来思想即段经文来思想，因遮的人安尼认为吼。当第10节讲啊，耶稣伊就安尼徛路啊，一个啊进入即个耶路撒冷啊，规城的人拢喊起来，喊讲安怎？这是啥人？为什么安尼？因为啊，我顶解讲啊，耶稣3年半传道，2年半差不多拢伫啥物所在？伫加利利，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是伫犹太。所以呢，倒位的人对耶稣较明白，应该是加利利人对耶稣较明白嘛吼。所以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内一寡人对耶稣安怎？毋知影耶稣啥人呢？哦，所以问讲，这个是啥人？所以11节啦，证人讲啊，这个是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啊来的先知耶稣。所以耶稣伫加利利，我拄仔讲，伊一定比伫犹太较出名嘛。哦，你若讲10个人、7个人认捌耶稣伫加利利，可能10个人只有3个人咧犹太是认捌耶稣的。所以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才有人咧问讲这个到底是啥人？有人熟悉，有人无熟悉啦吼。所以呢，表示群众我拄仔讲，遮个人来应这个耶路撒冷无认捌耶稣的人讲啊，伊是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这个先知啊，耶稣，表示因遮个人对耶稣的认捌有几个阶段啊？咱要讲这时阵咱来思想一摆耶稣啊，伊去这个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时阵啊，离这个古井边啊，透中道的时阵啊，有一个查某人啊去摕水，耶稣叫伊互伊水啉，安尼对话当中啊，有4个阶段。迄个查某人对耶稣的认捌有4个阶段。伊讲，你这个人，因为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啊关系无好啊，彼此拢会安尼怨恨啦。所以这撒玛利亚讲，你这犹太人，你叫我摕水互你，你是查甫人，对耶稣安怎？根本就毋捌耶稣啥人，甚至心内对耶稣有安怎？有敌对安尼啦。后来这个耶稣甲伊对话过程当中，慢慢这个查某人讲，这个人毋是一般人呢，毋是市井小民哦。耶稣敢若有学问哦，讲话敢若有学问哦，伊就叫伊安怎？叫伊老师啊。后来佫对话，不只是一个老师呢，耶稣伊是先知呢，因为这个对话当中，耶稣讲这个查某人伊的背景，互伊行一条呢。讲到尾啊。这个查某人啊，水啊，无爱去担水啊，水桶来放喺水古井边，就走去城甲人讲啊，讲伊拄着啥人？伊拄着弥赛亚。迄个故事内底讲到讲，一个人对耶稣的认捌，有当时有无共款的这个阶段。你原来是对耶稣的认捌，但是后来你竟然完全改变。共款这个故事当中，咱嘛看过。遮个人有几款人？第一款，我拄仔讲，拢毋捌的，这个是啥人？我拄仔咱今日要思想这段经文当中的第一个问题：耶稣是啥人？我拄仔讲，遮个人甲因讲，耶稣是先知，但是耶稣敢若是先知？先知是讲，因遮个群众表示耶稣讲出来的话是合这个上帝心意的，群众因无一定。大家拢明白耶稣就是弥赛亚呢，敢若第4节、第5节遐个共款所记载的呢，但是因知影讲耶稣是对上帝遐来的，有啥我拄仔讲到落尾，遮个群众竟然有一寡人对人讲甲耶稣钉12架啊，偷放一个叫做巴拉巴的人啊，是毋是？
如果因遮个人拢完全知影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为什么后来因安尼做呢？哦，所以讲咱国语有一句话，人说人哦会人云亦云啦。所以咱今日我拄仔讲，咱兄弟姊妹，咱今日通过这段经文，耶稣进耶路撒冷，咱好好来思想者，咱所信的救主耶稣，伊伫咧生命当中，伊是啥物款的一个意义甲价值？这个问题，大家无一定讲即马会当啥物答案，咱好好放在心中。可能咱今日好好想，还是每一工好好来思想，咱的即世人，咱来要讲我要来倚靠主耶稣。主耶稣到底伫你的每一工当中，你若讲以功能性来讲，到底有啥物功能？还是讲咱敢若是要为了即个功能性，伊互我啥物帮赞，伊才是我的主；伊无互我啥物帮赞，伊就毋是我的主。到底主耶稣是毋是你的主？是毋是你真真正正的主？还是讲你有需要叫伊来甲你成就你的愿望，安尼就是伊的主？毋是你的愿望的时阵，敢若一寡传统的信仰。我早住喺河边吼，做囡仔的时阵，定定会去河边会看到啥物？看到吼一寡茶客的神啊，长骹长手啊。为什么呢？较早有一段时间台湾销大家乐，大家拢去求名牌有名牌出名出牌我这个去拜甲安尼安怎？出牌讲久结果安怎？迄阵就是安尼长骹长手，就伫迄个庙的来等去河水去安尼所以我早伫嘉南河淡水河安尼行，阮兜就住喺嘉南河淡水河附近定定伫河边你看遮还佫一仙还佫一仙所以较早无一间庙后来呢，变有一间庙出来，一寡人甲伊捡的，放喺迄落即落河边久来就一堆久来人甲搭一个寮久来就个砖甲伊徛起即马佫变成一间庙，内底拢是专即种的。所以讲，这是一般人对所谓的神明的倚靠是即款的。如果咱的信仰是安尼，咱的神敢是咱的神，咱的主敢是咱的主。所以我拄仔讲，这个是啥人？主耶稣到底是啥人？对你来讲，到底啥款的意义？咱好来思想今日这个问题。第二问题呢？第二问题。那这第一问题我搁补充一下，我拄仔讲，耶稣毋是干那先知尔啦。咱拄仔讲最后一节讲，耶稣是先知，耶稣毋是干那是先知。拄仔第4节、第5节、第7节，这个所在呢，拢有讲到，是啥物？咱会搁看第4节讲。这个代志要应验先知所讲的，我拄仔讲耶稣徛愈这件代志，就应验旧约所讲的，耶稣伊就是弥赛亚这件代志。第5节讲伊，恁的王要来恁遮，伊谦卑徛愈徛愈囝来。我讲第7节甲第8节这个所在。众人安尼用这个方法去欢迎耶稣入城，这就是对一个君王的这个安怎用待对君王，这个就是伊的君王的这个表示佫到第9节讲大必的囝何撒那，奉主的名来的至高的上帝何撒那，这才是真真正正，这个是啥人？伫这段经文。这几节经文当中显现出来但是我拄仔讲，虽然经文安尼有显示，但是伫这个群众的当中，有人无熟悉伊，有人甲伊指示讲伊只是先知弥赛亚，伊哪会伫最后才无讲这是救主耶稣基督呢？所以偏偏是拢是人遮尔侪人，每个人对耶稣的认捌拢有无相共。所以咱今日我拄仔讲，咱第一来思想，那第二来思想，
佮补充这点啦吼，因为时间还有啦。耶稣毋是骑马，是骑驴啊！咱的思想，咱的信用，要来军队耶稣的脚车来行的信用，咱常常是用强的，也是用谦卑的，哦。这个议题嘛，值得咱来好好来思想，哦。因为咱现代一寡教会所传的福音，所表现出来，互人感想的，咱是用强势，也是用温柔的。在这个《伊索寓言》内底有一个故事，讲到日头，甲这个北方的一个伊索寓言。这个北方啊，伊足安怎感觉讲，大家讲是日头属较厉害，日头较大。这个北方讲，伊就是安怎，感觉讲不服气啦吼，要找日头来相比，讲你较厉害是我较厉害。啊，日头讲啊，你是要比啥？啊，讲你讲的是讲，遐有一个人穿一领大衣，这个北方啊。甲日头讲啊，看谁较厉害吼，互迄个人的迄领衫吼，会安怎落来。啊，太阳讲啊，好啊，无你要比来比，无既然你邀请来比赛，无你先开始，吼。所以北方伊就安怎？北方就是咱即马甲寒人的时阵，会风就东北季，以咱台湾来讲是东北季风嘛吼，风是足冷的对无吼，哦。啊，来的时阵吼，咱会去晒衫对无？较早是穿碰鞋衫，即马无穿碰鞋，即马毋知穿啥物羽绒衣啊吼。啊，愈穿愈济嘛对无？吼，所以呢，北方就安尼甲风大力吹啊，迄个人吹了，哦，一个加仑笋，哦，遮冷风来安怎？迄领衫是安怎？溜啊无溜好，紧来溜好对无？拉咧无拉悬呢？结果北方像安尼无在调解风吹掉呢？伊就搁愈强甲伊吹啊，愈强会吹，迄个人的衫是安怎？愈烂愈安怎？愈白伤红吼，白足红的吼，规领衫甲人安尼吼，拢染条条安尼吼。迄个北方无在调解的风吼，把迄领衫吼用风甲伊吹掉，啊已经真步数拢真出啦。后来太阳讲啊，差不多啊吼。啊，佫有步数无？北方嘛无在调啊，无讲北方讲，我无在调，你嘛无在调。日头讲无啦，好来看我安怎做。日头安怎做？日头毋是讲用啥物溃烂呢？日头就是安尼，显因的光啊，然后安尼甲伊迄个热度安尼慢慢啊变出来，吼，敢若咱即马，我昨下晡咧去安尼咖啡座要倒茶。啊，本来拢伫办公室足冷的嘛，冷气足冷的，行出去，哇，迄个强要挡袂牢，有够热，下晡迄个阵有够热的，哦，还佫有掠布棚呢，啊无掠布棚毋知哪，哦，所以日头是安怎？日头拢无做啥物，伊就安尼微微啊对迄个人笑安尼温暖的笑容安尼吼，互伊温度，迄个人安怎？拄也是安尼吼，溜啊条条吼，啊，佫手安蓝条条，结果感觉规个手拢安尼放落来，啊，溜啊慢慢不知不觉安怎，拢甲安尼拔掉啦。后来安怎，规身躯流汗吼，无法度，迄领衫就安怎，脱起来，不止外套，内底衬衫嘛脱起来，强要内衫嘛要脱起来，有够热的。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比例，啥物意思，兄弟姊妹？信用，要叫一个人信耶稣，啥物方法较有效？你若讲，咱的信用，耶稣是骑马入去耶路撒冷，哦，我要来做王，用台举刀举枪，也是耶稣伊后来是上十字架，即款的救恩互咱世间人，到底啥物款的信用才是信用？我拄仔讲，迄个是一个寓言啦，吼。但是用迄寓言来思想咱的信用。我拄仔讲，耶稣是骑驴啊，最后伊牺牲，
但是现代的信仰教会所传的常常是啥物？哦，最后我拄仔讲第二个问题吼，讲咱愿意互主甲咱用无吼？啊，今日的即个 PPT 嘛，敢若白做的吼，拢无去用到。你愿意互主甲你用无？吼，就是即4字尔啦吼，即4字尔，即4字安怎讲？当中时的人，也是讲耶路撒冷，吼，也是讲必发期，这是小小的砖头尔。无论安怎，迄个所在敢干若即2只驴啊？应该阁有别人有驴啊嘛？敢毋是？对毋对？吼，家户户可能较散车可能无啦，但是家户应该大家拢有精生嘛吼。饲一寡动物，其中驴仔是因的交通工具啊，也是讲伊要担物件的时阵，有驴仔会当帮衬伊。所以驴仔是不止即2只呢。但是为什么耶稣特别去拣即2只？啊，即2只当中，我拄仔讲，伊是徛迄个无去用使用过的驴仔囝，伊哪会无去徛迄只驴仔母呢？也是去找一只公的来徛，较臃肿呢？咱来思想即个问题吼，遮尔啊侪驴仔当中，主耶稣为什么拣选即只微细驴仔囝徛起哩，啊进耶路撒冷？如果你是迄只驴仔，你是啥物感想？第一，哪会找我？哪会请我？我还未当大人呢。也是讲，真好哦！我互耶稣徛接荧光的，安怎荧光？因为众人哦，拢安尼你画对无？代表王何塞那何塞那。咱来思想即只驴仔伊的心情到底是啥物？吼、啊，拄仔讲门徒即2个，啊，搁迄个驴仔的主人，门徒甲主人讲，主要应因。门徒讲，牵驴仔的目的是主要用伊啊，吼！啊，即个驴仔的主人嘛知影讲，主要用即只驴仔，啊，所以伊愿意，吼！啊，即个门徒知影主要用伊，所以领受了上帝耶稣的即个吩咐呢，去甲即只驴仔牵来，啊，搁驴仔本身，我拄讲安尼有3种无共款人，第一是驴仔本身。第二是门徒，即2个门徒；第三是驴仔的主人，角色拢无共款，哦，角色拢无共款。所以咱来思想讲，即只驴仔竟然得到我拄仔讲安尼的阳光，伊的阳光毋是因为伊外有才调，是因为伊互耶稣徛，对毋对？啊嘛毋是讲随时呢，普通时啊可能。伊大只的时阵嘛是会做种代志，按老母嘛是原来拢做种代志，主人可能定定互伊安尼倒正平倒平有一寡一寡货物排喺身躯顶，敢会有今日耶稣徛喺伊的身躯顶，然后进耶路撒冷迄种互人正人的应待的即个光荣，应该无嘛？是干那即个时刻才有哦，耶稣去耶路撒冷以后，第2天即只驴仔。就无安尼啊嘛，对毋对？吼，所以咱来思想讲，即件代志对咱现主时，今日通过讲台，咱读到即段经文，听到即段经文，咱来思想，兄弟姊妹，驴仔是足微细，我拄仔讲，莫甲啥物比拼，干若驴仔囝甲驴仔母来比拼，驴仔囝就足微细啊。啊，驴仔甲马来比拼，啊马较强大啊，吼，较有气力啦，啊较大只。啊，驴仔是遮尔啊细即个微微的动物啦，所以今日第1点咱来思想，吼，即个第2问题的第1点来思想，兄弟姊妹，咱无外才调啦。有人时咧讲我是马，我比驴仔较敖，但是耶稣无用马呢，耶稣用啥物？用驴仔。过来，咱无才调啦。耶稣毋是用驴仔迄个大只驴仔呢？用细只驴仔，所以耶稣
愿意用啥物款人？用卑微的人。你也感觉你敢有才调，上帝无一定会用你哦。你也感觉你无，但是只要你愿意，上帝一定会用你。哦。第二点来思想，这个时间性是重要性啊。哦，前一天后一天就无共款啦，对毋对？迄个时间是重要性的。为啥？耶稣交代迄个门徒讲啊，你即马去倒啥物所在，看到啊女仔甲女仔囝，啊你来牵来。迄英文叫做 timing。迄个时间点对着，哦，代志就成。啊，咱讲即个意外来讲嘛，共款的。意外吼，有人吼错过迄台无人机，伊救了一条性命；有人赶，因为安尼补位啊补上去，结果迄条性命吼煞无去。偏偏迄件事件，一个是错过，一个是赶上。我讲意外是，有人是也是安尼，即种新闻捌听过无？迄嘛是叫做 timing。哦，上帝掌管一切。哦，今日咱即个故事当中，咱会当去了解这点无？哦，所以我拄仔讲，咱是毋是愿意把握机会？当咱有机会，上帝要甲咱找用的时阵，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愿意？亲像即只女仔囝共款，互上帝甲咱用，互上帝甲咱用，互上帝甲咱徛的时阵，咱就会安怎？国语叫做与有荣焉，咱就会沾光。所以今日牧师讲到遮，最后落尾，就是搁再一次，因为后礼拜毋是我讲道，啊，搁后礼拜，即件代志就已经过长讲去啊。恁知我要讲啥物？讲啥物？啊？啊，大家拢硬呢。啊，都牧师是咧讲啥？最近咱拢咧讲啥物？上近的啦，上近的，咱两个图啦吼。倒手边的图是讲今日即个故事，耶稣骑驴啊进耶路撒冷城，哦，这个一个意象图啦吼。啊，右边的图是啥物？耶稣是啥人吼？你愿意主甲你用吗？吼，我拄仔讲咱今日的经文思想这个问题，啊，最后我拄要讲是啥物？就是这啦，8月17。什么代志？平安的7月，台语诗歌音乐会，咱拄仔有听到秀华姐妹讲到8月10号，真理堂是咱隔壁的教会，因叫做庆祝父亲节，哦，父亲节，因是庆祝父亲节。哦，因即马有一寡布置嘛，已经拢离因的教会门口口啊。按8月10号是安怎？来就送麦当劳冰淇淋，啊，过来有抽奖50份啥物礼物啊？我拄仔讲，毋是讲咱要安尼做安怎？因为因不只是因教会，因是整个教会动员咧做即个工课，啊，搁甲文化甲因这大学里的理长合作，因为大学里的理长是因的会友，啊，搁有一寡福音机构，啊，搁有即个房屋公司赞助因8月10号办的活动，啊嘛不只是因家己办，嘛咱邀请咱附近教，咱华安堂、咱台语堂，某一寡兄弟姊妹去遐唱诗歌，迄是隔壁教会所做的，啊，咱台语堂咧8月10号会搁下一个礼拜8月17换咱。即件代志，毋是华恩堂全教会咧动员的，是咱台语堂发起的。虽然咱遮少的人，虽然咱遮微细，虽然咱的资源嘛无济，但是感谢主，哦，感谢主，咱的兄弟姊妹，你诗班的。也是一寡咱的这个阿卡佩拉，也是志明遐的家庭，因为大家的愿意，所以这音乐会
咱安尼规划的时阵就完成啊。也无，甲咱台语诗班要唱1点半钟是要安怎唱？会足正力的，敢毋是？哦，因为其他的人愿意安尼合作，所以咱几啊年前敢若快闪几分钟闪一下就无去啊。但是咱会当安尼，因为有安尼节目，哦，中间佫穿插一寡有奖征答，我叫阿青来备办题目，哦，大家小趣味一下，哦，我头尾小安尼，头前小啊热身暖场一下，后尾讲一寡短短哦平安的信息，哦，啊看有机会来检查安尼好调，哦，目的是啥物？目的是通过整个的节目，要来表达咱的信用。互咱的迄份真实的平安，互一寡人还未得到的人，会当通过咱的诗歌，通过迄天的即个节目音乐会，互因会当来思想、来领受，会当愿意来超找耶稣，成做因的救主。虽然检查咱的效果毋知影是啥物款，但是兄弟姊妹，今日通过即段经文。嘛毋是我备办讲要选即段经文，因为咱是通过马太福音一直讲落来，对毋对？哦，一章一章讲落来，讲啊，今日拄啊21章，拄啊即段经文，是毋是上帝要通过即段经文，甲大家兄弟姊妹讲，主要用啥人？你安怎讲？主要用我，你愿意无？如果我是耶稣所派其中一个门徒，啊，恁是如果安尼比咧，毋知好毋好啦吼。啊，我安尼讲，主要用你，啊，你愿意无？今日第二问题，你愿意无？啊，我拄讲，毋是讲干那诗班的班员啦，咱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如果拢愿意动员起来，你来参加，这就是服侍啊。第一，上少你来参加；第二，你也愿意去邀请一寡人来，不管伊会来袂来，你做这个动作，你做这个邀请，其他交给上帝。如果你邀请的人有人来，感谢俄罗上帝，主人已经用你做工啊。哦，第三，如果你愿意，这个音乐会毋是干那讲咱安尼排程序，大家安尼唱就好，咱需要啥物？主要招待的人啊！我昨昏甲新阿姐阿青问讲，啊，咱招待的人，你讲爱偌济人？伊甲我讲几个，恁叫我嘛？啊？10个？哦，你先知，这个是先知。昨昏我甲阿青咧参详讲，安尼招待咱差不多安尼几个？伊讲爱10个，大家感觉10个伤少啊，伤多？伤少，100个好啊。10个咱可能嘛无法度接个出来啦，莫讲100个。啊，如果你愿意来做招待啦，安怎招待？招待吼，当然我还无训练，其实免牧师送你4粒心来做招待，留教业。第一粒心有信心，爱有信心嘛。咱这音乐会毋是干咧唱歌，大家安尼好听，大家安尼趣味快乐一个。咱是为虾米？为了报平安，为了福音。报平安毋是讲圣诞节甲你报平安。尤其我拄仔讲，咱台湾人旧历的7月，每一工行咧是虾米？行咧敢若吹咧款咯。行咧家人安怎？老大公庙安怎？开几门啊？这是传统哦。较传统的人开始行行呢，水边毋通去啊，啥物袂使做啊。我拄仔讲，第一要有信心嘛，咱的信用遮尔啊宝贵，莫定下咱囥在咱内底，甚至莫讲咱连即个信用遮尔啊宝贵，咱拢毋知影。第一，我拄仔讲要有信心；第二，要有啥物？爱有疼心啦，爱有爱心啦。有人安尼讲一个比例啦，用诗篇的第一篇讲，
6节，讲人的2条路啦。一条路是找到上帝，缀上帝行，往迄个方向去；第二，无找到上帝，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去到一个另外的所在去。所以咱有迄个疼心去拯救人的灵魂。日本有一个节目叫做抢救啥物大作战因为一寡迄落开店的生意无好，可能主家无好，从啥物人迄个节目讲人个甲教讲你的迄个主家要安怎改善迄个装潢安怎改善迄个店面生意会变好。恁看过这种节目无？一个迄个名袂记的我用这个节目来转换一下咱这个音乐会，你来当作我是抢救灵魂大作战的一个时间，安尼你就不止爱有信心，爱有爱心，佮爱有热心呐，爱有热心。你无热心，牧师你讲甲咱讲，我就安尼平静安稳，继续我做我的安尼平静安稳的基督徒就好啊。啊是你今日听到牧师安尼讲，哇你热起来啊，我毋知是北风还是日头，我北风的时候，恁心冷去我日头，恁可能心会开始安尼沸腾起来呢，开始有行动呢，我拄仔讲三粒心，啥物心？搁小回顾一下，第一啥物？爱有信心。你看咱第一等下当创啥物？上帝愿意用女仔囝呢，咱就自比咱是做女仔囝。你知影咱周连华牧师伊自比啥物？伊自比就是即只女仔囝，所以伊的办公室叫做啥物？咱华安堂的伊纪念伊的办公室叫做啥物？小驴居就即只。周连华牧师大家所敬仰的，敢毋是？但是伊自比伊是小驴居，你咧，兄弟姊妹，你咧。所以我拄讲咱有热心，过来第二啥物？我拄讲啥？爱心。无爱心咱所做的拢是明得罗想得拔，敢毋是？第三我拄讲啥物？疼心。我拄讲四项第四粒啥物？足重要嘛，上重要的。爱同心，爱同心。咱若无同心，这同是要安怎完成？兄弟姊妹，只要你愿意来同心，上简单、上基本的，迄天一定爱出现呐！伫迄个所在，安尼你就已经60分及格啦。剩40分，咱若要100分咱诗班的班员先加20分啦其他咱不知要安怎做复习来补啦80分以上咱如果咱去逐项安尼就被当掉咧，敢毋是80分以上应该较安全啦较90分安尼上好，一定是 A 减 A 加 A 加加安尼愿主通过今日咱会当每一位兄弟姊妹思想8个178个18，迄讲啥物？礼拜，但是8个18就无机会啊！咱即马还佫有机会，剩几工？今日几号？今日4号。要来做一个结论，兄弟姊妹，无论如何，我邀请兄弟姊妹，不管你进前有啊无，即马开始为即件代志，为你自己，爱做一件代志，啥物代志？佫是先知，秀下子也莫怪是读过神学院的，一定爱祈祷，一定爱祈祷。我讲一遍，一定爱祈祷。咱若无爱祈祷，咱是人咧做工。如果咱开始有咧祈祷，啥人咧做工？上帝会做工，咱来祈祷。主啊，阮愿你会当证明阮的生命当中，就好亲像你徛如啊进入耶路撒冷城共款。
来阮的生命当中来做主做王。也愿主你今日通过这段经文，互阮会当有一个愿意的心，亲像这只驴仔囝同款，互主你来骑，互主你来使用。愿求主你，互阮遮尔啊卑微的生命，阮遮尔有限的生命，会当伫阮的人生当中有机会，互你来采用。阮感谢你，互阮台语堂的兄弟姊妹有即款的机会。有一款愿意的心，会当伫即个月8月17，阮会当伫教会的门口广场，阮要来举行安尼的音乐会。阮毋是要来展现阮有啥物款的音乐的温素，乃是阮要通过安尼的诗歌来向人来唱出你平安的信息，互人会当来了解、明白你，也会当成做你的儿女。愿主你来带领阮，互阮列位兄弟姊妹，不管是诗班的班员，也是每一位兄弟姊妹，当阮来参与这个音乐会当中的时阵，拢会当成做你的采用，来荣光你的圣名，会当引带人来明白你，得到救。这是阮的向你的恳求，安尼向你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